强哦！什么很强啊？在广告中向男友解释着客家话，新生代偶像陈静杰演来格外自然。身为客家女儿的她，拍摄时说着母语，听着熟悉的字句，常有更深的触动。我自己觉得那个心里面是有悸动的，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假不了，就会觉得说，天啊，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窝心？感动的当下，陈静杰也真实体会到，长辈们听她重新找回自己的语言，何等开心。其实我一直以来从小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再把这些东西就是一点一滴的捡回来，就是回去像是看到就是阿公阿婆的时候啊，就是虽然我们跟他讲国语他都听得懂，可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用客家话跟他对话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是不一样的。还有些不一样，其实源自不同背景之下的误解。广告中这一段让陈静杰很有所感。妈，我来帮你。我一直误会着，好像我婆婆她是另外一个文化，对她好像一直要避开我，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我做错了什么，然后结果到最后我才知道，其实她是要送我一件花布衫，她是在量她媳妇的身材。亲近原来不难，实质广告推销客家，陈静杰另有一番使命感。从小也就是有听，其实也只是听得懂一些，然后一直到我现在，我可以就是比较流利的跟我的家人啊用客家话沟通。我觉得其实客家人是很有智慧的，而且很多文化真的很棒。客家新世代努力要保留住客家文化的美，客家话呢喃软语的甜。哎，你看到一个女孩子，你可以称赞她啊。对啊，所以我教大家，就是夏季很强哦。哎呦，就害我就不敢当了，就是夏季很强哦，就是小姐你好漂亮哦，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夏季很强哦，夏季很强哦。